到油油亮亮的猪脚，很多人都爱。不过一般的客家猪脚是以红烧为主，只是桃园龙潭这间客家餐馆很不一样哦。业者把猪脚用10几种的中药材来浸泡，加入5种酒，制作出客家醉猪脚，有嚼劲，而且不油也不腻，传承了妈妈的味道，连装潢都很有古早味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就带您快来到这一间特色十足的客家餐馆。古色古香的装潢，桃园龙潭的客家餐馆就像个小型博物馆。八卦床的床板变成隔间用的隔板，客家古物、客家器皿在这里通通看得到。師台留下來，差唔多年頭嚟講，咪要60年到70年左右哈。有創意又花心思，老闆江增偉把家中的小矮房變成了大飯館，而客家料理更是道地。肉絲、魷魚加青蔥，客家小炒，強調簡單古早味。而最花功夫的是这道菜了，5香醉猪脚。客家猪脚大部分是红烧的，但是江家不一样哦，要让大家吃得更健康，所以加入中药材浸泡，也让猪脚飘酒香。里面含有10几种中药材跟数种的酒去做的哈，超过2年的时间，它就把总的量会给不要。不但做工繁复，还得帮猪脚按摩，才能够更入味。这道猪脚可是店内的招牌。端上桌总是能让人食指大动，因为 QQ 亮亮，而且嚼劲十足。老板说，这一间餐馆卖的是客家妈妈的味道，像是这一道焖土鲫鱼，就是妈妈的拿手菜。是我们客家的焖土鲫鱼哈，用客家黄豆酱去焖的哈。用传统的黄豆酱焖上4到6小时，才能够让鱼骨入口即化。小时候就爱这一道菜了，因为不用担心鱼骨头会卡住喉咙。阿嬷他们就想的方法就是说，看用慢火慢慢熬，让它骨头慢慢的让它酥掉，好，到最后整条鱼都可以吃，不会因为要吃鲫鱼怕担心被鱼刺吃到的问题。墙上的店规不准催菜，是坚持客家料理的品质，而店内的氛围更让上门的饕客好像进入时光隧道，一景一物，江家人用古意传承客家好手艺。鲫鱼酱焖6小时的用心，猪脚按摩到 Q 弹的坚持，客家阿嬷的菜厨装成妈妈的手艺，客庄的小矮房里寻找儿时的感动时刻。